後每年約700萬人因煙草而死亡，當中有160萬人係因為二手煙而死亡嘅非吸煙人士。有見及此，香港吸煙與健康委員會喺2022年就提出咗煙草終局發展藍圖，希望打造無煙世代，逐步收緊各類煙草產品嘅限制。當中就包括咗辯題所講嘅電子煙，係加熱化學混合物所產生嘅煙霧，常見嘅成分包括尼古丁、丙二醇、甲醛等等，並且有唔同嘅口味比傳統香煙更易入口。而為咗更好咁落實煙草終局，政府喺2022年就立法禁止任何人不得進口、推廣、製造、售賣或者以商業目的管有電子煙。結果去到2023年，吸食電子煙人數就下降咗30%。而為咗更進一步咁樣降低吸煙率，今年嘅4月30號起，任何人士都唔可以喺公眾地方管有或吸食電子煙。所以衡量辯題成立與否，就要視乎全面禁止電子煙能否貫徹政府無煙終局嘅立場，並且保障公眾嘅健康。而我方論點有二：第一，電子煙有害無利保障個人健康。美國心臟協會雜誌同美國堪薩斯大學嘅研究指出，吸食電子煙會令到市民患上心臟病嘅風險係吸食冰毒嘅1.75倍。原因正如台灣國民嘅健康署所指，係因為電子煙嘅煙油入面含有尼古丁、甲醛等等嘅有害物質，可見吸食電子煙對於市民嘅健康係有嚴重嘅影響。所以難怪世衛都表示，各國嘅政府係應該收緊對電子煙嘅規管，防止市民吸食，避免禍害市民健康。第二，避免無辜受害，維護公眾安全。加拿大阿伯達省國民保護處就指出，2手同3手電子煙同樣都含有尼古丁、甲醛呢啲嘅有害成分，到本身無食電子嘅市民都會被迫受到電子煙嘅威脅。台灣兒科醫學會亦都指出，若然喺密閉嘅空間使用含尼古丁嘅電子煙，室內嘅尼古丁增加嘅速度係比傳統嘅紙煙更加快。而加拿大衛生研究機構亦都表示，如果小朋友持續暴露喺呢啲充斥住二手煙嘅環境當中，即使無吸煙都容易染上尼古丁依賴症候群，會出現類似成年人戒斷煙癮呢啲嘅症狀。所以可見電子煙對於其他市民甚至係小朋友嘅健康都係會產生嚴重嘅影響，而禁止管有同吸食先能夠保障到公眾嘅利益。最後想問有方同學同唔同意港府落實無煙世代係利大於弊？如果同意，咁點解電子煙可以置身事外呢？多謝各位。各位大家好，港府喺2018年就提出要全面禁止電子煙，並喺2022年4月修訂吸煙公眾衞生條例，禁止進口、推廣、製造、售賣及為商業目的而管有另類煙，當中包括轉運。但隨後李家超上任又忽然修改進出口條例，容許轉運。而政府喺今年4月實施新控煙條例，禁止市民喺公眾地方持有同吸食電子煙。因此要對此全面意志，就必須就所有時間嘅政策進行討論，甚至佢哋會為香港帶嚟嘅利弊何者更為確切。我方反對辯題原因有二：第一，政策存在漏洞，成效存疑。其實唔難發現，今日有班同學嘅論點健康係建基於全面禁止電子煙之後，唔會再有任何一個人食煙。但是禁咗電子煙之後，並不會消除煙癮。對煙民而言，揾到其他嘅渠道取代電子煙其實唔難。加熱煙關注組調查指出，假如全面禁電子煙，1成人會選擇買走私煙，其餘9成會選擇買傳統煙。關注組調查人盧啟良指出，數據反映全面禁止或者會令到用家專食傳統煙，又或者食私煙。尤其是現時私煙市場蓬勃，要揾走私電子煙何其容易。煙民組織煙與之聲發言人楊浩全指出，雖然政府喺2021年4月起禁止進口同售賣電子煙，但4年過去啦，組織仍然收集到大量煙彈，發現煙民可以輕易從黑市購入電子煙。小心油方都有咁多替代品嘅時候，油方點樣確保所有電子煙民都會戒煙呢？所以當利處唔夠確切，又就要睇必然會出現嘅弊處啦。第二，禁運影響貨運量，削弱競爭力。根據中國電子煙行業委員會發布嘅2021電子煙產業藍皮書，內地生產嘅電子煙佔全球9成半，而香港係最重要嘅轉運樞紐。立法會文件指出，23年1月嘅航空貨運量同22年同期相比下降近3成，受影響嘅航空貨物達33萬噸，價值估計超過1200億。原因正由於失去嚟自內地嘅電子煙聯運轉運業務。
立法會航運交通界議員易志明指出，業界空運貨物時會採用輕貨加重貨形式，電子煙係體積細、重量大嘅重貨。轉運生意一旦做唔到咧，企業會乾脆放棄透過香港轉運其他輕貨。連鎖反應之下，對外可以總加損失慘重，亦難怪李家超上任嘅時候馬上撤回禁令，重新容許轉運。最重要嘅油方，如果全面禁電子煙，包括轉運、禁埋轉運、利處咁大嘅話，咁李家超會喺23年嘅時候走回頭路，重新容許電子煙轉運咧？各位。照講咯，幫第一副電腦台前預備。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今日有方同學縱觀全場咧，反對辯題就基於以下原因。第一，有方同學今日就話質疑緊我哋全面禁止嘅成效。但我方主編啱啱都有講過，23年對比起21年嘅吸煙人數都已經跌咗30%。點解跌咗30%嘅人數，佢反而唔係一個利處？更深嘅係辯題討論緊嘅係全面禁止電子煙，即係不論買賣、運輸定持有、吸食，全部都犯法嘅時候，換言之，電子煙都唔會再喺社會上面流通。如果全面禁止都叫做冇成效，咁喺有方同學眼中乜嘢先叫做有成效嘅禁煙措施？第二，有方同學今日就話咧，禁止電子煙就會加劇黑市嘅電子煙買賣，但係按照呢個邏輯，其實任何控煙嘅設施都應該係會加劇黑市嘅買賣。有方同學今日從來都冇交代過23年禁止咗進口同販賣電子煙起，到底黑市嘅數字究竟增加咗幾多？反之，我方都見到現時全面禁毒之後都一樣有黑市啊。咁有方同學係咪又認為全面禁毒都係弊大於利，應該取消？我方主編今日最尾亦都有問到有方同學同唔同意港府落實無煙世鬥係利大於弊？如果同意嘅話，咁點解電子煙係可以置身事外？有方同學今日完全唔敢回應，因為有方同學都知道電子煙對於個人健康嘅危害係非常之大，甚至係危險過傳統香煙嘅。參考美國查爾斯德魯醫藥科學大學2021年嘅研究同世衛資訊，電子煙嘅甲醛比例係高過傳統煙嘅10倍，仲會產生獨有嘅甲醛氫醇。甲醛氫醇喺體內會分解為甲醛同埋山埃，山埃係會直接導致窒息，而甲醛同埋尼古丁都會對癌症增加風險。而且電子煙裝置入邊所釋放嘅金屬微粒，亦都會對肺部細胞造成直接傷害，亦會引致急性電子煙肺病，嚴重係可以導致死亡。所以請問今日有方同學明知佢哋對市民健康造成咁大嘅危害，點解都唔應該全面禁止保障市民健康？請有方學正面回答。而且我方今日都可以見到毒品同電子煙係一樣毒嘅時候，係咪連毒品禁止佢都係弊大於利？多謝各位。主席、評判長大家好，其實咧聽完有方嘅發言咧，唔係發現今日有方有潛意辯題。因為辯題同你講緊係咩啊？今日同你辯題講緊係禁全面禁止電子煙，而唔係講你所謂嘅無煙中國。所以今日你自己嘅標準已經設定得好差嘅時候，點解我哋一定要達至你嘅無煙中國先？我方而家係講緊利弊喎，我哋一係比較緊你所謂你呢個全面禁止電子煙嘅利處嘅時候，你講緊係全面禁止電子煙之後可以達至煙草中國，根本就唔係一個合理嘅比較平台。所以我哋再嚟睇啦，今日有科就話咁禁埋傳統煙，咁達至無煙中國就係一個好嘅理想啦。但係問題而家辯題同你講緊電子煙，所以我哋應該要開第二條辯題討論啦。再者，就算真係俾你禁到現時傳統煙都好，啲民一係戒唔到煙癮，佢一日都會揾取代品㗎。百家塔政策研究中心除咗一條都指出，現時足22億支香煙係流向咗私煙嘅市場，有咁多供應又咁平嘅時候，係顯示到有方佢講緊嘅流向黑市咪一個好大問題咯。有方問我哋，咁如果咁多政策都係會流向黑市，咁我咪全部唔應該做。但問題就係見到而家電子煙嘅吸食人數淨係得0.2%嘅時候，咁佢嘅利處咪顯得特別尤其之細咯，所以根本就唔應該去做禁止電子煙呢個措施咯。再睇下今日我就禁毒呢個類比，佢話禁毒之後多人吸毒咪唔禁毒啫，但問題係禁毒同電子根本就不能類比，得0.2%嘅人吸電子嘅時候，禁毒冇弊處，百利無一害。但問題禁電子會帶嚟1年1200億嘅損失嘅收入嘅時候，我方主編交我俾你，所以弊處比利處更加確切嘅時候，就唔應該去做呢個措施啊。再睇下今日有方咧就問我哋係咪人命係咪應該緊要過錢啊？但問題係點解有方嘅立場底下，佢哋禁咗電子煙，啲人就唔會食私煙，唔會食傳統煙咧？根本佢哋都會去轉頭嘅時候，我方主編都交我俾你，900個受訪者入面90%嘅人會同你講佢會食傳統煙，1成嘅人會轉頭黑市嘅時候，根本佢哋會繼續食煙嘅時候，根本就達唔到你所謂嘅人命，你所謂想講嗰啲全部嗰啲咩健康啊、咩甲醛啊嗰啲，我哋全部都知道，我哋都知道電子煙好毒，但問題係你所講嘅方案嘅時候係根本完全乜嘢都做唔到嘅時候，唔明點解要再做啦？然之後有方嘅主任就同我哋講話，咁佢禁超進口之後，下嗰30秒咪成效咯。所以下嗰3年之後剩翻0.2%嘅時候，點解仲要去做呢個政策，做一度咁細嘅利處咧？再加上今日有方嘅一副就同我哋講話，
電線唔會流通，但問題我方已經交俾你22億支流嘅先市場就唔係顯示黑市一個好大問題咯。所以再睇下今日有方嘅數字唔確切，我哋有更確切數字俾你睇。新加坡喺2018年同樣全面禁止咗電子煙，但係佢哋嘅衛生院長指出，喺新加坡全面禁止咗之後，因為吸食煙而被捕人吸食電子煙而被捕人數喺5年內激增咗10倍，由2020年嘅1260人一增至今年短短8個月已經錄得超過1萬宗。由此可見，根本電子煙就係成效不彰，電子煙嘅利處亦都唔確切。今日有方完全冇回應過我方嘅第二個論點，因此我哋咪續學説，因此今日辯題力不成合。各位。主席、評判、有方同學在座各位大家好，不如先睇下有方同學反映幾啲問題。第一，其實今日有方同學麻煩搞翻清楚條辯題。我方今日講嘅全面禁煙就係無煙中國，就係政府想做到嘅無煙世代，咪就係等於全面禁煙，逐步實施到香港冇人去食煙。再者，其實今日有方同學好奇怪，佢話得0.2%嘅人食煙，所以就唔應該禁。但我方唔明白，如果係得翻0.2%嘅人吸毒，咁請問香港需唔需要禁止毒品呢？其實今日有方同學不斷問我方成效做完之後，如果啲人去食傳統煙點算？但其實我方喺我方嘅政策底下係全面禁煙，只係傳統煙、電子煙都禁晒，所以未來都唔會有人去食傳統煙。其次係其實今日有方同學好質疑我方嘅成效，但其實一副就已經交出數據俾你。政府統計處數字指出，23年吸食電子人數比21年已經跌咗30%。有方同學覺得30都唔叫有成效，咁幾多叫有成效呢？係咪有方同學覺得政策做完呢個政策之後，全部都要冇晒煙癮先係叫成效呢？我方見到政府向無煙世代發展，一步一步收緊政策，例如你都知道嘅，今年4月份喺公共地方電子都會禁埋，咁成效只會越嚟越大，達至到之後喺香港冇人食煙。第三，其實今日有方我方一副都有問到，究竟有幾多人喺黑市街，你都冇交出過任何嘅數據。如果按照你嘅邏輯，禁止咗電子煙就會加劇黑市，吸食電子人數唔應該下跌咗30%，而係不跌反升。更重要嘅係，事實上禁止任何嘢都會有黑市嘅存在，正如香港已經全面禁止咗大麻，但同樣都會有人去黑市買大麻。香港城市大學2023年嘅青年黑食大麻報告就指出，大麻係年輕人最常食嘅毒品。按照有方台嘅邏輯，係咪唔應該禁止大麻，放任啲年輕人食大麻先係利大於弊呢？反之，面對黑市嘅問題，其實政府係應該加強執法，但係有方認為因為有黑市問題，就等於立法禁止任何嘢都係弊大於利呢？承接我方主辯所講，食煙唔單止會危害到自身嘅生命，當中產生嘅二手煙、三手煙更加危害自己同埋其他人。正如世界衞生組織都提出，任何形式嘅煙草或者電子都係有害，除咗含有多種致癌物質，都同樣會產生二手煙。而二手煙嘅就會令到一啲人患上肺癌同埋冠心病嘅風險增加2至30%，而三手煙咧就會令到一啲黐喺衣物同埋牆壁上面嘅人會聞到、接觸到之後咧，就會患上其他癌症嘅風險就會大大增加。其實我方今日唔單止講健康，更加係非煙民嘅自由。根據世界人權宣言第25條宣言入面清楚指明，人人有權享受維持健康同埋福利所需嘅水準。明明有方都知道食電子煙係會嚴重影響非吸煙者市民嘅健康，點解有方都覺得佢哋無辜受害冇問題？點解今日有方同學淨係都點解今日有方同學都唔睇重非煙民嘅自由咧？多謝各位。主席、評判賽各位大家好。嗱，今日有方咧一直嘗試喺度偷換概念，去將無煙世代同埋呢一個嘅辯題入邊所講嘅全面禁煙一直都溝埋講。但係有方你自己都識講啦。第一，無煙世代講嘅係要禁埋禁晒傳統煙同埋電子呢樣嘢，所以辯題冇包括到禁傳統煙呢樣嘢。第二，無煙世代講嘅係指香港入邊係冇人可以食到煙，但係原來有方你自己個方案入邊都講咗，你講嘅全面禁煙係要禁止埋運輸、禁止埋轉口，所以有方你唔可以將呢兩樣嘢混為一談。所以今日有方一直都喺度同我哋鋪大究竟電子煙嘅危害有幾大。咁呢一啲嘢我方小學嗰陣時常識科都有聽過，但係你論點成立嘅前提就係你禁咗電子煙之後，真係會少人食煙啊嘛。而我方前日都同主你講，就算你全面禁電子煙，啲煙民同樣可以獲取到私煙，同樣可以去吸食傳統煙，唔係話你禁咗佢就即刻去戒煙嘛。所以我方嘅部分數據同我哋講話，2023年禁咗電子煙販售之後，係跌咗30%，係少咗30%嘅係吸食電子煙。咁呢30%嘅佢同樣都可以轉食傳統煙㗎。原來事實上香港都已經禁咗銷售電子煙4年啦，而煙彈嘅保存期只係得1至2年，即係話有方你剩低個70%未仲係喺度食緊電子嘅煙民，佢而家食嘅電子煙全部都唔係之前儲落嚟，又唔係合法又唔係喺合法渠道度買到，咁剩低咪就係喺私煙市場咯。所以有方你呢70%嘅弊處呢70%嘅利處已經讓咗俾我啦。只不過喺香港而家冇警力去一個一個查，佢而家嗰班電子煙民佢電子煙嘅來源喺邊啫。所以原來呢班電子煙民佢原本已經係做緊販賣，已經係買私嘅情況，佢理得係有冇全面禁電子煙啫。因為佢哋對於電子煙嘅上癮程度已經壓過咗對法律嘅恐懼啊嘛。所以有方今日去到1、2部嗰陣時，我一直喺度問我方。
方嗱，原來禁咗毒品之後都會有黑市啦，咁點解禁毒得，但係禁煙唔得咧？但係我方一副都同住你講，呢兩樣嘢根本冇辦法類比啊嘛。原來毒品喺香港航空業嘅地位就係冇電子煙高，禁毒係唔會令到貨運量減少27%，亦都唔會令到香港蝕1200億啊嘛。而更加重要嘅係，原來而家禁走私電子煙係難過禁走私毒品咯，因為香港而家鄰近地區全部都已經係禁晒毒，但係原來除咗新加坡之外都係冇禁電子煙，甚至深圳本身都係全球產出電子煙最多嘅地方，係佔咗全球66%嘅產量。當香港四面八方都係有電子煙來源地嘅時候，走私電子咪更加容易，禁啲電子煙嘅效果咪更加細咯。嗱，所以我哋再嚟睇下究竟禁電子煙嘅弊處係咩啊？有方其實今日有方一直都係冇回應我方嘅論點嘅，所以我方講嘅嗰蝕1200億呢一個弊處已經可以確立啦。原來而家喺國家嘅14五規劃入邊，香港嘅目標係要作為國際航空樞紐服務香港、國家以至係全球。但係立法會文件都指出，禁止轉運電子煙導致咗貨運量減少，係會對香港嘅航空同埋物流業造成沉重打擊，然後維護國策。所以當有方今日健康嘅利處係唔確切，而我方嘅弊處確切，今日辯論絕不成立。多謝各位。我方主編已經講咗電子同毒品嘅危害程度一模一樣。有方今日就話全面禁止電子會加劇黑市問題，但其實任何一樣全面禁止都會有黑市問題。正如香港全面禁止毒品，都有人喺黑市買冰毒。按照有方台嘅邏輯，全面禁止毒品係咪弊大於利呢？多謝各位。再答豪先答翻我方嘅問題，全面禁毒自然係利大於弊啦。咁但係點解？我喺熱褲環節嗰時已經同咗有方講啦，因為全面禁毒呢樣嘢佢係冇弊處啊嘛。原來毒品同埋煙呢一樣嘢佢本身喺香港航空業上面佢嘅地位根本係冇辦法比較，所以呢樣嘢根本冇得類比咯。所以今日有方就同我哋講話原來毒品都係黑市問題，但係我亦都已經曾經同出嚟講，原來毒品佢黑市問題一定係冇煙咁嚴重嘅，因為煙原來周圍都係有煙嘅來源地嗰陣時，所以煙嘅問題咪更加嚴重。所以今日有方就同我喺度將所有禁止全面禁止嘅政策都拉晒咗，同我哋講話任何禁止嘅政策都係會有黑市問題出嘅。咁係咪就代表黑市嘅問題唔需要俾？再位大家好，今日有方俾一份數據同我哋講話，有30%係禁止販售電子煙就唔食煙，咁剩低嗰70%而家已經喺度買緊私煙嘅，究竟喺你全面禁煙之後，究竟會有幾多人係即係可以戒到煙，唔會再喺黑市度買咧？先有方交出一個確切嘅成效表，即係今日我哋嘅地處就唔係確切情況嘅，多謝各位。主席評判有方來在貴，大家好。啱啱有方來一直喺度問我哋啦，食煙嘅呢個禁止電子呢個成效之後去咗邊？我方而家都見到自從22年立法咗之後，23年食咗煙嘅人咪下降咗30%咯。咁我哋而家全面禁止咗之後，咁咪冇人食煙咯？點解有方來仲係咁問埋呢啲冇邏輯嘅問題咧？然後有方來啱啱講到嘅黑市問題，而家黑市問題咪唔需要被重視？但係無論係毒品嘅黑市問題定係電子煙嘅黑市問題，佢哋係咪都係有呢個黑市嘅問題先？係咪黑市問題仲要分輕重去解決咧？有方同學？政府而家對危險物品嘅取態一向都係全面禁止，毒品就係一個最好嘅例子。想問有方同學，電子煙有乜嘢咁特別？就算對自己對他人都有危害，禁止都係弊大於利咧？多謝各位。有方同問我哋如果而家政府咧係對所有危險物品都係全面禁止，咁點解電子煙有咩特別之處咧？我答你啦，原來咧我講好耐㗎，我哋由主編講一副講到二副講到而家同你講電子煙毒嘅弊處，就係會令到27%嘅貨量下降啊，係33萬噸嘅貨量，同埋1200億嘅時候，1200億係香港財政儲備1/6嘅時候，你諗住點樣可以解決呢度咁大嘅財政支出咧？你不如同我講禁毒，但係禁毒根本就冇呢個弊處嘅時候，你嘅利處都好細嘅時候，我見到你就係咁多0.2%吸食電子嘅時候，你諗住點樣可以令到佢嘅利處大過你嘅弊處咧？代各位，有方今日都好同意有黑市啊，一副講咗俾你聽有22億嘅私煙啦，但係有方覺得佢嘅成效就係禁咗之後就會全民都唔食，但係而家香港有60萬煙民，有得17間戒煙所嘅時候，你點樣可以令到呢60萬煙民一日之間全部冇晒煙癮，全部都唔食煙咧？代各位。其實我方今日從來都唔認為，我哋直接一刀切佢哋就一定會可以全部可以即刻戒到煙，所以我哋今日做嘅做法係逐步咁啊嘛。最好嘅例子就係我方今日見到22年政府批管咗之後，23年好明顯就係下跌咗30%嘅吸煙人數。有方同學見唔見到呢個成效咧？咁所以係有方同學一直講你哋每一個航空嘅一個航運一個收入啦，咁樣好似好大咁樣。但係如果今日政府真係咁看重呢個收入嘅時候，點解今日政府嘅政策偏偏係有咁多嘅禁煙政策出現咧？有方同學不如解釋下，多謝我。其實今日我方前場都一直講咗，毒品同埋煙同毒品一樣都會禁毒嘅時候，甚至攞咗好多報告同有方同學講係一樣有咁多弊處嘅時候，點解今日煙仲唔應該禁咧？我先答翻有方同學問題。咁有方同學問我咧，煙咁多弊處係咪應該禁？我覺得我哋應該禁吸食，應該禁管有，但唔應該禁轉運咯。因為電子煙至於轉運嘅
重要性，係在於佢係可以一輕貨加重貨，令到成個航空業可以好好咁運作啊嘛。而家冇咗電子煙，反問有溫同學，你可以用啲乜嘢去取代電子煙？有溫同學係咪想用啲大麻塞翻落去啲價錢嚟咧？唔係啊嘛，咁點解又可以取代電子煙，令到1200億翻嚟咧？再者咩？有溫同學不斷同我講話啲弊處唔存在，唔好意思，因為我見到30人唔食電子煙之後，啲人咪轉咗食傳統煙咯。21至30問題同樣存在，健康問題同樣存在嘅時候，跟住有溫同學成效同樣不彰。再者咩？有溫同學不斷同我講毒品係，多謝各位。好心有溫同學，如果全面禁止電子煙，必然係利大於弊嘅話，因為當時李家超上任之後，會走回頭路，重新俾翻轉運存咗咧，多謝各位。其實今日有方同學不斷問我方點解而家政府仲允許轉運嘅取得，其實相反我方見到係政府一直都係想全面禁止，無論係傳統煙定係電子煙都好，佢一直都係想全面禁止煙嘅喎。反之其實我方根本就唔想回應你嘅論點，而因為我方實在唔明白點解對辯題衡量辯題嘅利弊，點解係睇對航空業有冇弊處，對啲貨量有冇利弊嘅咧？其實我方唔明白有方同學咁在意賺唔賺到錢，點解想透過呢啲航空業貨量同埋轉運去賺錢？其實有方同學係咪想市民食多啲煙先至可以貨量提升，轉運提升先係你想要嘅目的咧？其實我方唔明白今日睇辯題嘅利弊，點解係會睇航空業咧？有方同學係咪覺得航空業賺唔賺錢係凌駕喺市民嘅健康之上咧？各位大家好，知點為知，終於知道點解有方同學唔會有我方嘅第二個論點啦。原來今日有方同學覺得，因為我方第二個論點咧講緊物流業，所以就唔關辯題事。睇翻辯題先，辯題係香港全面禁止電子煙利大於弊。第一，冇講對邊個行業；第二，係全面禁電子煙啊嘛，即係我唔俾佢喺香港出現啦。所以首先對於邊個行業，我都可以自己攞嚟講。因為有方同學單純地同我哋講，對於香港人嘅健康，得我方呢個健康之上加一層對於物流業嘅影響，都同樣係在於香港嘅利同弊啊嘛。如果係嘅話，我就可以繼續睇啦。因為我方見到嘅係禁販賣、禁管有同埋禁運三樣嘢加埋，先至係叫全面啊嘛。佢唔俾喺香港出現嘅時候，咪叫做全面咯。所以當呢一個藍圖少一部分，佢可以喺香港度選民，但係佢唔會出現喺香港境內流通嘅時候，呢一樣嘢真係我方想講嘅就係少一部分就唔叫全面。點解咧？因為今日我方見到成日東莞咧，當佢運緊呢啲電子煙嘅時候咧，係會用啲海關認可嘅電子鎖同埋全球電話喺度追蹤嘅。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呢一批貨運喺貨櫃入面之後，佢唔會留喺香港市面，佢擺喺貨櫃入面就係擺喺貨櫃入面㗎啦。所以影響到航空同埋影響到啲人嘅健康咧係兩回事嚟嘅。今日我方第一個論點同大家講咧就係佢會令到人健康冇咁好，得我方同意啲人健康冇咁好。只不過今日我方質疑你嘅成效，但質疑成效之餘，我方認同你有利處，只不過成效大細啫嘛，所以話我方最終的立場就係我方俾你食，我方唔俾你食電子煙，我方唔俾你管有電子煙，但我方俾你運電子煙，因為運電子煙係唔會影響到有方所講嘅健康問題咯，佢只會影響到錢嘅問題啫嘛。所以我方嘅嗰個見到就係冇錢就萬萬不能咯，所以有方不斷打出為市民着想嘅旗號同我哋講話，盡量賺錢。因為我方問嘅問題係你點樣賺翻啲1200億翻嚟咧？係咪用啲毒品去取代呢一啲電子煙嘅地位咧？因為我方全場都冇答過喎。所以當我方問咗有方同我2次啦。如果全面禁電子煙嘅弊處個利處咁大嘅時候，因為李家超唯獨是得呢一個政策要走翻回頭路，同我哋做翻俾翻去轉運咧。因為有方同你都唔敢答呢一條問題喎。跟住睇翻有方同所講嘅利處先。今日有方同我方問咗有方同學啦。我方主辯就問：如果有方同學係咪全部人都會戒煙咧？有方同學全場得一個數據咧，就係30人唔食電子煙。佢哋後場咧電子煙呢個字無啦啦變咗唔食煙。第一，今日有方同學自己改咗自己一個數據先啦，咁係唔食電子煙定係唔食傳統煙咧？第一，第二係咁啊，有方同學唔食電子煙之後，啲人咪轉食傳統煙、轉食私煙咯。咁我方俾咗22億啲數據俾你之後，同大家講咧就係啲人唔食電子煙，我咪轉食私煙、轉食傳統煙咯。咁有方同學所講嘅20-30問題，見到問同樣都存在喎。你呢啲問題唔係單純存在於電子煙，而係普通食傳統煙都會有嘅時候，有方同你呢個問題始終你都冇解決到咯。所以我方見到嘅就係有方同利處即係實在太細啦，即係我再睇弊處啦。咁我方見到嘅就係對於航空業整個弊處嚟講，呢1200億嘅總共嘅貿易額少咗，又或者33萬噸嘅貨運量少咗，但係淨係出現喺1年之內喎。所以我方見到嘅就係喺1年呢一個政策實行咗之後，已經帶嚟咁大嘅弊處嘅時候，因為我方就係見到呢一個咁確切嘅弊處咯。所以最後我哋衡量辯題就睇翻我方講嘅標準啦。因為我方講嘅標準係利弊何的個人確切啊嘛。因為有方同學呢1萬嘅人，到底有幾多人真係會唔食煙？但係有方同學所講嘅利處咧，有方同學嘅利處唔確切。但相反，因為我方見到你經濟問題的確存在，對航空運業嘅問題的確存在嘅時候，呢1200億係冇咗㗎啦。呢個問題確切存在嘅時候，利處唔確切，弊處確切，所以嗰個辯題絕不成立。多謝各位。鐘咧，其實就有60秒過咗去。想知平均用3分鐘咧，即係由1
貴並且好重要嘅結論就係每食一支煙平均壽命就短20分鐘。在座各位大家好，其實嚟到比賽尾聲，我方見到明明政府都已經決定咗打造無煙新世代，傳統香煙到最終都係要被禁止嘅時候，大家有方同學偏偏反其道而行，唔全面禁止電子煙，究竟有方同學係同唔同意港府落實煙草中毒嘅呢？如果同意嘅話，咁點解全面禁止電子煙係反而可以落實到呢個局面呢？所以縱觀全場，有方犯下咗以下嘅問題。第一，有方同學今日自相矛盾，其實有方同學今日都認為市民食少啲煙係利大於弊嘅，只不過擔心有黑市啊，甚至乎係你所講嘅航空呢一啲航空賺錢嘅一啲問題啦。但我都覺得好矛盾㗎，因為其實今日政府今日佢哋其他嘅政策，例如收煙稅，同樣都係提供緊市民食煙嘅成本都會令到市民去投身更加平嘅黑市，禁止18歲以下人士食煙呢啲等等嘅條例，其實都係同有方同學嘅黑市啦，都係會出現呢一啲嘅問題嘅時候，有方同學其實都冇反對到，但係去到全面禁止電子煙嘅時候，點解有方同學又會反對嘅咧？更深嘅係其實有方同學所講嘅呢一啲嘅航空所賺嘅錢啦，其實如果政府真係好似有方同學咁樣咁看重呢一筆錢而罔顧市民嘅香港市民嘅人命嘅時候，點解政府到而家都係一直想去實行呢一個全面禁煙嘅，最終做到一個無煙嘅一個理念咧？所以有方同學去到講交嘅時候，有方同學都唔識答啦。所以其實今日有方咧更深嘅係點？我方真係完全唔明白點解有方嘅錢係可以凌駕喺市民嘅健康之上，所以似乎有方結變都唔少得暴露咗自己內心嘅想法，認為我方禁煙其實係更加利處係更加大㗎，而係甚至乎再者有方同學今日話我方僭建辯題啊，其實我方提出嘅電子煙嘅危害好大，所以甚至乎有啲嚴重過傳統煙嘅，所以為咗市民嘅健康着想，我哋應該全面禁止晒所有嘅煙。有方同學咧都擔心啦，明明禁咗電子煙之後咧，可能啲人會去食翻傳統煙，所以我方係根據有方嘅顧慮，政府同埋以及政府無煙中毒嘅方案，將來全面禁煙就可以消除咗有方嘅顧慮。點解有方同學又可以話我方偷換概念嘅咧？所以有方都麻煩有方同學唔好再屈我方啦。而去到有方同學一直好擔心嘅黑市問題啦，其實面對黑市問題，我哋應該做嘅係加大力度去打擊呢一啲嘅黑市，避免有方所擔心嘅問題。點解有方所講嘅黑市問題係可以凌駕於市民嘅健康之上，反而係要放寬佢哋去食呢一啲電子煙，而唔係用其他辦法去打擊呢一啲嘅黑市咧？所以嚟到最尾啦，我哋嚟到我哋結辯都過咗3分鐘啦。其實大家試想一下3分鐘，即係如果有一個人喺我哋一間房度食緊一支電子煙嘅時候，其實嗰個人嘅生命就已經去世咗20分鐘。而在座各位好可惜嘅係，大家嘅生命亦都會因為吸食咗一啲嘅2手煙或者係3手電子煙，而導致你哋嘅生命都會去